有真侪人可能想讲恶作剧，甲人吓惊一个，滚耍笑无要紧。但是来看这个案例，高雄一个男子今年的几啊月挂一个死人骨头的小几啊壳，走到西雅湾美起来。等到有民众来到岸边散步，就走出来甲人吓惊。警察接到通报，甲抓起来，甲移送，罚款1200块。囡仔伫小几啊壳欢喜伫咧耍，甲人吓惊游戏。这种道具伫咧万圣节耍的人真侪，毋过就一个查甫人想无聊作剧，结果罚款。时间就伫咧今年8月，林县市伫人头骨的小几啊壳，趁半暝啊走去西雅湾的宝华边，锁定两个来海边啊开港的小姐，无事无悲甲人吓惊，因为佫拄好是伫咧几啊月，甲真侪民众惊甲两合。觉得他是故意的，对，要吓人。还蛮可怕的，如果有伴就还好吧，自己一个人可能就先跑了，吓一跳吧，然后可能直接扁他之类的，可能是平常生活压力太大了吧。所以需要发泄一下。西雅湾宝华边是陆地观海景点，不过林先生煞甲无聊，动作趣味，四界伫咧共吓惊。警察接到报案，嘛军装线索抓着去。林男虽辩称无吓人之意图，为报案民众指证立例，警方依设置法63条1项6款，移请裁处。高雄检议定审理，认为林先生打扮做鬼，甲人吓惊，考虑到调查警的人数，依法该罚1200块。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收假，甲人创治，若无唔若犯法，嘛可能了罚金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